最近金融圈大瓜全被日本承包，日本央行加息嘅信號越嚟越猛。美國 Polymarket 數據顯示，12月加息25個基點嘅概率直接從30%衝到85%，呢個唔係小打小鬧，市場已經炸咗喎。美元對日元跌破155關口，2年期日債收益率創2008年新高，日經指數一日跌超1000點，連加密貨幣都單日爆倉5億美元。一定有朋友唔明，日本加息關美股 A 股比特幣咩事？難道全球資產都俾萬里之外嘅政策拿捏？冇錯，核心答案就藏喺日元套息交易入邊。呢個相當於全球金融市場嘅低成本資金輸送管。而家條管要收緊，所有靠平價資金撐起身嘅資產都要震三震。先用大爸話同大家拆解，過去10幾年，日本一直搞零利率，甚至負利率，相當於央行喊話：全世界大佬，快啲嚟借我嘅錢，利息低到幾乎免費。於是對沖基金投行封咗，咁借日元100億，日元一年利息先幾百萬，借咗之後換成美元、歐元去買美股、科技股、比特幣、新興市場債券呢類高收益資產，穩賺利差。你以為呢波資金規模細，國際清算銀行都實除咗？呢個係撐起全球市場流動性嘅關鍵玩家。過去幾年嗰啲高風險資產瘋狂上漲，背後多少都有呢波日元熱錢撐場。但而家風向徹底反轉，日本央行一放加息信號，加埋日元要升值，套息嘅人直接被雙重暴擊。一時借錢利息從近乎零開始漲，利潤直接被啃走；二是以後賣資產換日元還債，日元變貴咗，仲要多蝕一筆匯率錢。呢個時候邊個唔慌？肯定要急住拋售資產變現，先從比特幣、高估值科技股呢類流動性好、波動大嘅品種下手。呢個就係近期市場暴跌嘅核心邏輯。不過唔使慌到割肉咯。呢度要澄清兩個關鍵信息。第一，日本央行唔係急轉彎，行長植田和男話過，就算加息都會維持寬鬆，首次加息大概率淨係25個基點，慢慢漲唔會暴漲。第二，而家套息交易規模已經比歷史峰值低，市場都消化咗部分預期，想重演踩踏式暴跌難度唔細。而且仲有個有趣嘅矛盾，日本政府剛搞大規模經濟刺激，想維持低利率，減少國債利息，但央行要應對通脹，想讓貨幣政策正常化，呢種拉扯令市場更迷茫，但都講明唔會一下子將路倒死。重點嚟啦，普通人點應對？3個實操建議記好，唔好踩坑。一、遠離高槓桿、高估值資產，加密貨幣、未盈利科技股、垃圾債呢類都係熱錢最中意炒嘅。而家資金要撤退，佢哋跌得最慘，千祈唔好老熱去接飛刀。二、優先揀抗造嘅資產，比如優質藍籌股、抗跌性強，黃金作為傳統避險資產，中長期靠譜。但係要注意，極端情況下，黃金可能被當成流動性資產拋售，短期都可能波動，唔好盲目追高。三、港美股投資者要重點警惕流動性踩踏，日元套息資金係美股、港股嘅重要資金來源之一，尤其美股納指嘅高估值科技股，港股嘅互聯網龍頭本身波動就大，疊加資金撤離壓力，短期波動會更劇烈，千祈唔好重倉壓住單一賽道。最後總結，日本加息本質係全球平價貨幣時代慢慢落幕嘅信號，佢唔係一下子關閉水龍頭，而係慢慢抬高資金成本，讓所有資產重新定價。對我哋普通人嚟講，核心就係降槓桿、留現金，唔好再指望靠短期炒作賺快錢，接受市場波動變大嘅新常態，唔好被恐慌情緒牽住走，分清資產嘅長期價值同埋短期衝擊。日本12月議息會就快到，呢波調整到底係短期震盪定長期趨勢？你手頭嘅資產要唔要調倉？評論區傾傾你嘅睇法，覺得有用就點讚訂閱，我哋下一期見。